今天非常高兴，我们 Now News 今日新闻请到了启发投顾的分析师田大为老师，感谢你。那首先要请你来帮我们回顾一下本周的这个盘势的重点到底在哪边呢？是不是有一些美股的一些政策，或者是其实国内疫情也会有一点影响到本周台股的走势？刚刚有聊到美国股市嘛，那美国道琼是工业指数，那我们看到这个接下来你们去看道琼指数，它是属于什么？属于涨多回档修正。那费城半导体跟纳斯达克，它其实基本上我们知道，在技术分析的形态，它有呈现一个头部33的一个形状，也就是说前波过高点压回，这一波它没有去挑战高点，就直接回撤，就代表前方的压力蛮大的。所以半导体跟科技业，它这个目前的这个上方的卖压蛮大的，所以导致台股的电子股大家都知道，台湾的股票电子股大部分都是 IC 产业相关的，80%都是，所以呢，你受到美国的影响肯定不理想嘛，台股的表现。那所以呢，近期你看昨天高档，在周四高档爆量然后呢，周五开始做回档，就很明显的就是说台股也受到美国的影响，所以电子股的操作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但是呢，这个我们看这个4月的外资是买将近600亿三大法人然后5月是卖超将近700亿目前6月大概是买回来大概90亿所以这个美国在实施财政政策这个基建的部分，会不会导致这些外资资金的回流美国本土，然后引起我们这个资金效应而开始做大幅修正？这个地方要持续观察这个要小心那所以总结来说，很多股票到高点了航运这个钢铁这些到高点了，还有这个电子股，现在大家是我们讲的暧昧不明嘛，你到底要买还是不买，就撑在这边。所以我建议这一周就下一周，我们要这个稍微这个保守一点比较好。到底投资人要怎么样操作？你刚才讲说这个点这个要注意的地方，可是实际上面投资人还是会怕的。他到底什么部位要放多，什么部位要减少，或是说获利了结吗？尤其是最近真的像你讲的有点看不明的状态，那到底如果说投资人手上有些持股，要怎么样去做操作？这整个是操作策略的问题吧。一般我们不管是老手还是新手，一碰到进退失据，对不对？进赚不了多少钱，反而赔钱。怎么又突然不想玩了？他又照你的意思走，那代表什么？代表现在就是整理盘。既然是整理盘，我们就保守一点，那我们就小玩一点，我们不要扩大资金，甚至1层2层去训练自己的什么短线看盘能力就可以了。把这调整期过了以后，然后呢，这整理完以后，你的策略符合市场的这种走向，那时候我们再来做。但是呢，这段时间呢，有几档股票我们是可以关注的有几个类股可以关注的。就是我认为现在经济在复苏的过程之中，那第一个航运上来了，那引动是什么呢？难道大家只看到运费上涨，只去买航运吗？它能够涨到天上去吗？这个不太可能，因为涨高就会有人想获利了结。所以呢，你回到源头，航运在在这段时间开始非常蓬勃的发展的时候因为疫情的关系更加大它的这个运输量。那石油呢？石油类股是不是该注意呢？那美国在要这个增加它的基建整个覆盖面，那能源呢？是不是？所以能源相关的，我认为除了航运、钢铁，会不会再接上去就是塑化呢？对不对？以同样的逻辑嘛，就是我们没有在生产铁矿石，我们没有任何的原物料靠运输的，石油也是一样，我们都没有。但是呢，钢铁可以依靠原物料大涨，成本上涨而大涨，那塑化类也是一样是不是？那所以呢，我认为像台塑啦、这个中石化啦这些呢，跟这个石油类相关的，我认为是接下来有可能会接手的。而且呢，我们看传产类股、纺织类股，它是什么？里面类股的这个个股的涨幅落差很大，并不是很整齐。但是你去看塑化股，它是有什么？不管是大型股还是中型股，它的步调是蛮一致的。所以呢，当它出现
这个突破的时候，我认为这个时候资金转过去反而会比较安全。那电子股呢，等什么？等这个美国它到底是只是一个修正整理，还是说它的半导体啊，还有这个高科技，它是有出现大幅回档的这种状况，有没有可能？我们先等着看，我们不要去赌。但是呢，相对资金安全，我认为，这种石油相关类股的，是有点把握。